我先前把改。你先把这个梗去掉就好了。他妈妈叫我把梗去掉之后，闭嘴嘛！不是跟撞啊！你想猜哎，你不要住，你不要。完了！要遵守交通规则。对，遵守交通规则。鸡肉、鸭肉、鹅肉，要拔的。那红萝卜呢？没有，冰镇。干红萝卜。羊肉呢？你那个羊肉，他比你还有创意耶！他讲啊，看到这个叶大哥英勇半地吼，还得要给七师傅最重色，没有，会重色好色。哎呦，你讲的哦，平胸秀，记得有凉沙吼，豆腐还没安用你哦，我也演示一下。哎呀嘞！都哪一滴啊？大杯啦！没嘞，不用了哈，妈妈就给你炒。干嘛了？不要放到辣油里了啦！冰酒，妈妈冰酒。其实吼，上学输嘞，你哦，觉得更开心的，因为该奖品已经动火。Hello， 各位天司机前面的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韓劇所有演唱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係蘇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中白強。今日東歡喜又來到桃園呀，到畢業。哎呦，唐講係幸福，我嘅故鄉誒。對，算是你有主場優勢。哎呦，講到幸福，我是想到我爸爸、我嘅阿婆、我寫出這個故事咧。怎麼樣？你胸這麼可愛？我目睭會掉出來。那你先回家，我可以自己主持。主持費怎麼分？沒有啊。就沒了呀。就你的就給我。哎呀，我唐講今日攞一邊吼，沒動厲害哦。唔該，先來收給到你的評審欣賞。哎，評審更厲害了。好，來分享到優秀沙哥是我的很好的拍檔，因為沒有另一我們的李志榮李師傅。歡迎你。觀眾朋友大家好。韓劇吼，愛到爛嘴哦，也是我的好朋友哦，我們臭氣相投吼。七牛鳳七師傅，大家好，可以啊，大家好，寶貝。李師傅，你平常時都不卡，會聽數日本人向下做出來，也係你夫妻做。一般呢都係挨夫妻做啦，不用夫妻做啦。哎呦，廚師回到家會做菜耶。節目上一定要這樣講。真嘅呢嗎？真嘅。七師傅，嘿，你係半夜半夜做係嗎？冇。哎呦，你每次都做。哎呦，唔過要啊，愛動手做。他是做月子餐，你忘記了？哦，也就老月子餐帶走一部卡車哦，因為當月都周年的啦，吼，加油！加油！差不多很多月個啦，可以安胎了。好啦，先來看下，都帶給你帶來替車子停了嚟嘛？來，哎呦，哦，腳會痛嗎？係哦 ，OK 嗎？今年係我嘅主創哦，其實我動緊張哦。其實講我之前嘅西菜係嘛嘅東西啦，大家我菜上熱下咯。哎呦，有乜計呢？東西挺凍呢。哎呦，就三隻海鮮呢。哦，還有鹽葉、姜媽、蒜頭，哎呦，有點複雜哦。對，不要挑眉啦，我覺得主要是這個決定來團坤啊。1、2、3，向下講。好，1、2、3，會三鮮。好，你比較正確，因為畢竟我們是客家節目哈。好，我們宣布今天的贏家。好，謝謝。歡迎大家收看。拜拜。哎，真的那麼明顯嗎？真給按明顯。其實吼，假使從來啊，冇按過主菜哦，我看到街吼，每地為3鮮啊，3個海鮮啊。係啊。既然講到鮮，就是要鮮嘛，鮮就是這道菜的重點了，對不對？好，但是因為我們今天參賽者太有來頭了，我就不再花多時間來收給大家，要搞了本養動啊，弄過爸爸媽媽。好了，歡迎到我們的嘉靖哥，還有我們慧珠姐，送上歡迎。歡迎你了。哎呦，有沒有看很像？我就差一副眼鏡而已。對。今年吼製作節目很大手筆呢。怎麼樣？嘿，其實是我塞比較多錢啦。歡迎到中白強嘅爸爸媽媽，哇！中紅地，中薯條，哇！俺班全部是看有文哦，我就知道來賓的名字了。你覺得？哎呦，你們兩個，你們三個，來換一個位，也長太像了吧？俺老俺爸爸哦係身高強壯，俺老俺媽媽哦係笑容哦。來，1、2、3笑，全家一起笑。你看該，笑。你看該，你看該。耶！熱情嗎？熱情嗎？哎呦，這樣子還好真的很像哎。
如果走失了，绝对找得到。下次一起没到。那我先问一下，唐公给西山也很好朋友。非常好嘅朋友，基隆沙哦，基隆公婆對我嘅爸非常好，非常好哦。真嘅哦，不准求生没有用他胎吗？没啦，还有安活的呀。哦，如果从小就一起哦，可能那个配对会换一下。还好，会不会讲话？既然安永会放安有眼分，等下比赛了，还是不要手下留情，好好赞一天两个胜利，好不好？很肯定。你怎么办？你爸爸妈妈有没有注册？而且你平常时都会注册干哈啊？他排谁两个？有进步啦。不过是有一點點啦，一點點進步，怎麼辦？就進步還會做地啦。不過我想問一下哦，因為我媽媽有故事哦。哦，好，談一下。我嫁到他們家。最大的特別就是我以前1年煮2次湯圓，嫁到他們家1個月煮3次，1個月就煮3次。韓劇吼，因為我媽媽吼、我妹吼非常堅強，所以我阿婆吼還直接講吼，你比漢英哦漢好漢英，真的。今年所有的看，等一下哦憑實力咯，對，有信心嗎 Yes， 馬上我來進行體力功嘅比賽咯。木卡好明星。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面試，利用隨啲限定嘅時間地度做出指定嘅菜色。本來係雅布卡嘅卡上癮，也係雅布卡嘅面試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吹嘅小吹奏先開始，準備拿出雅布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等下就爸爸們的 PK 哦。哎呦，很緊張呢。PK 乜嘅？做得嗎 ？PK 乜嘅？開菜片。冇問題，冇問題哦。先來哦。剪刀石頭布，好，爸爸，你先開始哦。一家之主愛親強，聽下冇聽啊？等一下。怎麼樣？艾波哈的老大不是我爸爸，我都處理大事他說我都處理大事。我要派出一個我們全家都很怕的人，最漂亮的，來放羊來，媽媽，來。那歡迎我們全家最漂亮的媽媽來。我到後面啊，幫你 PK。媽媽的 PK， 好 PK。OK 嗎 ？OK。好來，剪刀石頭布。哎呦，你先開始哦，先快。好來，一家之主愛親強。Q 冇 Q 哦，Q 冇 Q 哦，Q 冇 Q 哦，Q 冇 Q 哦。艾爸爸，艾媽媽讓你，艾媽媽讓你。我們平手。熱比熱的，按用主青音來比賽。好 ，OK。好。哎呦，媽媽，我來抱一下。來，加油！哎呦，馬上贏添啊！前任乾爹乾媽。冇問題啊，來，剪刀石頭布。好，一家之主愛最強。Q 冇 Q？等一下，我發現哦，了解節目哦，媽媽多的人真的有好處哦。好啦，我贏了，好開心。我爸爸媽媽都會煮菜，等下因是為你調睇2分鐘，完全冇人強。可是你不會煮啊？對吼。你忘記挑到名要鋪粉。馬上來開始，好冇？好，我開始。好，我係體力界，我先前嘛界。你好，先把這個梗去掉就好了。他媽媽叫我把梗去掉就。咩啦？我全部講啦。還有咧，會切片嗎？哦，切3段就好了，或是對半都走的嘞。好，可以嗎？該蔥啊，落青菜會切嗎？蔥哈，我來切，比較漂亮。不放心，因為我媽媽嘅切講哦，已經凍好，該挑先切，睇了吼，加蔥菜啦，切嘅感覺咩水肉筋。可是媽媽，安有按太皮咁做的，我認真。我講緊緊的，我們家都是很大的。我們家什麼東西都是大塊的。你講的算，好，你講的就算。哎呦，都30秒了。 30秒了。哎呦，對，講一下新 Q 嘛條件。新 Q 冇條件。冇條件。對愛好就好。對好就好。對伊冇關係，對愛好就好。其實我感覺今年凍難得啦吼，因為平常時哦，記得有兩三號都不咩安用哦，我也演示一下。哎呀嘞，都哪一邊啊？哪來啦？啊，較強啊，看到比較色。葉大哥英勇半地吼，還得要給七師傅最重色。沒重色好色。哎呦，結果沒有。
7、安用就走来了。走对。 7、我不用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好，玩音。还不错唔講，我我求睇2分鐘。champ team 1分鐘。誒，產品因為我解下玩遊戲輸咧。輸給我，他輸給我啊。唔爬。我完全唔爬。全吧。來佢應該騙你哦。好 OK，來。 champ team 咯嗬。乾爹乾媽嗌來咧。那呀，還有2分鐘嘅時間再聽數，我哋要先做嘛該。接這個好了。好。哎呦，好 OK。乾媽咪半年最簡單了。哎好啦，馬上繼續開開始始。，我就先呀detail嘅部分先detail。你都要改炒3鮮啊，形容版上到會不用改青椒、黃椒還紅椒啊。啊，較講啊，可能直接說配色啊配色，哎，葉大哥應用版地吼，還得要給戚師傅最重色。對。嘿，冇人咁我聽緊，沒重色好色，哎呦，係幾個咩哦？係幾個咩哦？我昨天問一下哦，昨天改係嘛改啊？高湯蝦高哎湯，呦蝦頭高湯。蝦頭跟蝦殼哈，去給大概煮個3分鐘，因為它裡面有那個甲殼素，哦，是懂營養有，沒有聽你都有去看做的哦？都要做呀，哎呦，係啊，啊我聽到厲害了哈。等一下吼，訓練點訓嗌爸爸媽媽哦。 7、6、 5、好。 4、3、2、1，好呀，哈就計時1分鐘哦，好計時開對，始。燒開。好，這裡用啥都做走。好，你來切這個，你切這個，我對半切。誒，你都要揀肉魚哦，就嘛個鐵片給切發嗎？就切對半，然後切要花切，發呢？對啊，切對半就天哪，好了。我覺得這個海鮮哈，比我們製作單位剛才我們開那個蒸籠準備還卡厚。哎，哎呦，你看看它的新鮮度。誒，你都要係有鐵片去鮮的哦。摸，青菜買買就做得的，青菜慢慢做啲暗河，還是你們家乾爹乾媽冰箱都是放這種山珍海味？因為記得我時常我去露營啦，哎，我做本大家學啦。 6、5、4、3、2、1，爸爸媽媽開始。好，大家老畢業就繼續做下去哦。照着你準備的繼續做下去，我們來去看張爸爸、張媽媽。糖控呀，哈嘎巴是張爸爸教他的，你完全很愛個欣賞，對不對？ 塊幾就照實一照實個。係啊，真的哦。你差一點被我逼瘋哦，因為我想想你不，知道我也差一點被你逼瘋嗎？嘿，因為他的逼瘋是真的要發瘋啊！好，再給你啊，Queen 菜哈，卷川，我圈菜 Queen 菜我嫁到媳婦哈，從來沒買過。為什麼？你對非常好哎。客家人哈，幾乎每家都有種芹對菜。菜也一定會有蔥嘛哦又圈菜又新種買菜。啦。那種哈，那個客家人種菜做菜都是家裡菜花園裡有什麼菜哈，就是煮什麼菜。對，馬蓋菜是這個煮馬蓋菜，我嘅三鮮哈，跟配沙冇香啦，因為哈，我哈凍強，對，懂卷腔凍，強強，故說我買豬筋。豬腳筋哦，哎，那個很因為棒，哈都是膠原蛋客家人白。非常喜歡吃豬腳筋，好係冇？啊。還有我媽媽有一隻想法哦，是煮馬蓋是做馬蓋，葱，炒馬蓋，炒馬蓋，我喜歡。好啊。好，那就繼續做我咯。爸爸媽媽凍好啦，唔是看你啦。來，你都要改下哈，哎，不會縮小呢。哦，切太卡酷了呀，大一點的。哇 OK，好。哇低調，這個直接加一點鹽巴就很好吃了。真的。假使進境吼，今年就輸贏哦，都偏就自見啊。我就買個感覺嗎？沒有時間回答你，但我覺得這有一點點。好，你看我的蝦子多大尾，哦，太多項，其實係記得有改太多了美感。沒關係，都這樣。我們自己煮的啊，這樣煮味啊，哎，你們什麼都很大呢。好漂亮。哎呦哦，湯汁這是什麼？高湯蝦高湯。對啊，記得講，記得有切個做的哦。鹽巴，哇，真厲害。哦，好，快好了，快好了。哦，差不多了哦。我們讓他繼續用，他貼這裡，我趕快去救你爸爸媽媽。哎，媽個叫啊！哦，咪好你咧未，凍吼，哎，我都要個腰呢，咪要切發呢。切發哈，還有喂，哈，我放一點辣，辣椒辣辣椒了。哦，該食這不該部分啊。它就那個散線哦，係腰呢。對，我最後哈，最尾係表嘛？最後放來的那個獨家配方，哎呦，獨家配方嘿，
来冲洗10多台的哦，是哦，这么暗走吗？哎，就是吃到这么优秀的台语粉哎，没有人解啊，这么哈，最后帮我讲这句话，就是水妹呢，加点米酒，画龙点睛给走肉。哎，基隆沙嘿，一个是讲国语，一个翻译机，嘿，很绝配哈。哎，其实我应该感觉今年动难得啦哈，因为平常时哦，基隆沙吼都不含内安用的哦，而且我也演示一下，哎干嘞，都哪一边啊，哪位啦？好，接下来你看给头边，因为要最后成盘最美的哦，最美的哦，注意了，好，非常好，赶快准备成盘喽。哦，哎，基隆就不用调酒够哎。炒到。你老你讲吼，你看叶大哥哦，人家还去问机哦，那那个虾汤可不可以分我爸爸妈妈一点？去讲好啊，我俩下摸嘞。摸嘞，不是啊，中的啦，中的啦。哦，该也私房秘籍。对，但是这个奖金可以互相分。哎呦，我懂事了，懂事。七、 6、 5、 7、 3、 2、1，时间到。大家出来吃吃看，哪都带那个米西卡好食嘞。也喜欢呢，周末老鸭布给大 PK， 看起来呢国家都有这 IT 色咯。而且你刚才呢都爸爸妈妈面前没有表现到，我觉得算是在拍摄当中是数1数2好的几集。我正经我讲哦，其实哦很难得，因为该系我三沙吼体热白三沙强下主菜，真的。做啲加分么？做的。好啦，等一下我们共拼啦，等一下我共拼，先来先先来干好吗？来，我要3鲜都要吃的。好什么？好吃，有点哈。哎呦，不会走真的，又香又香，哎，爽口呢。动好吃，动好吃哦。你看哦，不到3秒快全摸嘞。那个不用吃了。摸啦，那对啊，冻穷哎婆婆啦，要加分，像婆婆就是什么都没有的3鲜。创意商鲜，有，有三鲜，来，谢谢。看该丸条吼绕一个圈圈，圆圆满满，软慢慢，芹菜很香，真挺浓张掉哎。该妈妈用来冻到摸用人嘅东西，非常嘅创意。佢喊味道吼，你睇个芥末吼，烧了6公斤吗？真的假的？6公斤哦。真劲哎！徐师傅都没有这么做。你看他的肚子，哎呦，不能这样啊！跟你说他在坐月子，哎，还没打分是不是？对啊，还没打分，这个不能算进去哦。好，赶快进入打分数了啦。对，好，第二时间呢，就先抢列历史夫抢分数。哎呦，真紧动公平。好，好，咁个吼，我都有会看。七师傅抢分数。哦，哎呦，热比热。来，历史夫先抢公平。其实我做今年的两样炒三鲜哦，拢各有特色，各有各的特色。但是今年我因为讲鸦片较入味，所以我会选择鸦片。入味。那感觉一点想法，记得啊，海鲜又要3鲜先同过时节同好咧，水梅人变落去，因为应该提我摸熟，摸熟呛呛，是都会呛呛，三个嘢。啊，你啊，像有乜讲你啊？该记海鲜都没同过，全部一起到底，记鲜味又出来。必须动1比1，很好的结果，好不好？太极啊，除了比赛以外呢，还会抢到师傅，带太极啊，看到有乜嘅输入出来，今年就来抢李师傅来搞太极啊，带来乜嘅4个料理嘞？中葡素卤菜，太澎湃了吧！还有这里耶，你看一下这食材，要吃出来很多嘛嘅。哎呦，今年啊推出的客家米炒三鲜，淋破半条的。哎呦，安葱哦！哎呦，客家米炒三鲜，破半条诶。今年真嘅用客家米。哦，真的吗？来讲一下。就准备嘛个西菜，用香菇、虾皮。高要用的，对你啊吼很好奇呢，你系嘛解？韩式辣椒丝，韩式辣椒丝哦，马上来做本台家团好吗？感觉蛮复杂的。跟客家人菜也一定有的，开菜，加有耳朵，有耳朵。你弟弟是好没有？安用，再一些些，好，莫挑鱼，好，因为大家还有炸半条，莫挑。破半条哦，所以今天做的唔咩真件。
用久哦。用客家用在是个便宜的，还真嘅用客家真的是客家哎呦，客家，我香菇们问两位客家新 Q 就几爷啊？保中的被坑啊！我哎，客家伊做保中的啦，主办演堂就会用安尼米线。台面呐，哎，台面呐，哎，台面也是这样。一用的不要这个是什么？鱿鱼，要炒的客家炒肉的。只聽我用灶嘅用係嘛？哎，俺也有金菇，有油水。这样才有有趣哦。哎，啊，唔是标嘅酸條嘅啊，冇酸條目標酸條。酸條。啊，因為我要準備蒜頭酥。哦，蒜頭先炸過嘅。您係總不是呢？哎呀，真的是好朋友，反應都好一致哦。其實有動起哦，4個公仔。他們幹嘛的東西？娃娃菜，娃娃菜。哎，娃娃菜不要有。这样放下去，貴家不用下去哦。娃娃菜我也最愛。给它那个干繞一下啦。對，讓它先吃個油。可是裡面會熟嗎？沒有熟，我要等一下用湯汁下去給它煨它。我主要是要讓它吃到油。這個蔬菜要有在炒過，有吃到油，有沒有？才會香。它的口感啊，跟它的香氣都會冇重要。哎，哦，該佛係一直是，而且係台佛哦。哎，我都用太婆，沒冇青苔了。就用高湯落去。这用蝦子可熬的。哎，那可以出來。用一些找的番薯粉。番薯番薯粉，你食過番薯粉嗎？睇番粉那其他粉做啲冇？中杯，番薯粉佢本身較有甜味。係。你用其他片啲粉嘛，佢冇共用嘅薯嘅澱粉。番薯嘅澱粉係算清甜嘅。跟素粉做的嗎？素粉沒錯，但是我建議用番薯粉。慧珠姐，你會講行嗎？不會啊，都有。哎，人家還不會，一次係後來是當多嘅啊。哦，這個炸到乜嘅長粗咯。要冇炸條硬哈。還可以用什麼菜來代替這個？保護你。娃娃菜嗎？娃娃菜可以用大白菜。哦，大白菜。耐煮的菜。哦，耐煮的菜。耐煮的菜都可以。哎，真的，我們評審老師都好用心哦。來到節目當中，帶着料的4個料理，他們真的很認真準備耶。現在把海鮮料要把它放進去哦。啊，講緊肉散嘢分輕係吹肉散，主要係壓散鮮啊。哦，那個蝦子好大個哦。人家勾芡啊，咩冇調味啦啊，因為它感覺其實冇希望是勾芡的。對，它是勾芡。啊，今天就會挑戰啦哈。溜的啦哈。哎，現在我們就攞佢練下來啊你。哇，澎湃，澎湃哦。動聰明呢，該好係紅色的，咁我該娃娃菜係綠色的。蒜頭酥，像我們蒜頭酥，自家不家做，可以按樣誒做炸到炸到樣誒。蒜頭啊倒油來，佢係細個，冇細個嘢蒜蓉酥，一倒到油，佢就會沉澱，佢就會黑掉。所以我細個脫水以後，然後油溫啊，它要做到大概在80到100度，你就要下去了。然後從頭到尾不要低溫，就是恆溫在大概80到100，甚至可以到120度。然後一直炸到它金黃色就趕快起鍋，起鍋完以後要馬上推開來，不然它會變黑。該有辣土誒，係嗎？還只是只有顏色，它要溜嘅啦。好 ，OK。哎呦，來，我們關起來。那幾個，耶！紅色嘞，關起來。不是緊張啊！不要講，你香菜，哎，你不要住，你不要，完了，要遵守交通規則。對，遵守交通規則。雞肉、鴨肉、鵝肉，要拔的。那紅蘿蔔呢？沒有，閉嘴！乾紅蘿羊肉，蔔。那個羊肉的都有羊肉，他比你還有創意耶！周真寫的哦。真係好厲害，馬上就會是以前呢寫了一場歷史副唱出題目。做唔得本來看，唔可以半開。對，用市嘅、省嘅、下港嘅做出來嘅料理，下港嘅我用乜嘅特色？A 麵我合姜啊
B， 米要打开来。 B， 等一下，要猜醒醒要先猜拳。我们全家最大的老大，准备好了。剪刀石头布。没关系，不一定不一定。假使你选5场，那就10种我们得选了。A 和是 B。我先放好 ，OK。哦 B， 你选 B。我就只能选 A 喽。好听的哦。请公布答案。答案是 B。很多做嘛开嘞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上个下讲诶，佢上去煮啊，就我夹个米听要打开来，你夹神经也就係上诶，多少就會打開。平常冇注意呢。其实吼，俺妈妈改下莫糖你讲啦，因为你糖的你走的时候，他就开心了，很开心了。耶！来，大家先享用。给我写叶大哥、孔大姐排泄。没有所以冇咩哦。确定吗？做得看，哎，这么照顾你爸爸妈妈。来是听我讲吼，政府吼叶大哥老孔大姐哦，平常时真正动照顾俺爸爸妈妈，所以俺老俺改分吼，本记得要写。给你掌声鼓励。啊，排谁呢？用它来，等一下。哎呦，用它来开价，用它来开价。那注意台给下讲哦。本人是吧？先喂给明珠来吃一口。妈妈差不多了制作单位该攀的挺凶险了，我太脏了嘞！还是两盘棍，两盘棍。啊，两盘棍，两杯。对，两盘棍。怎么得讲出来？不过吼，等一下开始选季后吼，我们来一个放闪大 PK 好不好？好，放闪大 PK，你们来中间，你们来中间。来，放闪大 PK。来，等一下哈，先来 Q 一下叶大哥到孔大姐哈。这集快录不完了。好，1、3，开始。哎呀，幸福啊！哎呦，都很福了。长了一碗张爸，真假？你一定要拿那么大个，你不会拿小一点？哎呦，他拿超大个的。韩剧爸爸，拿那娃娃菜，不是娃娃菜笨爸爸先，娃娃菜。因为俺爸爸敢急吼，急要动手。亲一个。哦，来这里。亲一个。我们进这里，不是啦，进这里啊。哎呀，快录不完了这样。录不完，好不好吃？跟大家聊，用黑金头老太阳共一板条第一次吃炸的板条 ，Q 那个料非常的香。到种的食材哈，全部给特色全调出来。萝卜干哦，还非常好讲。那港哥哈，我很少吃过这么高档的食物呢，今天好吃。那港哥哈，娃娃菜真的很重要，淀粉都在这里，对。每一道食材都很入味，太厉害了，非常会形容。嘿啊，现在吃饱饭足之后，等一下还水妹最紧张咯，杀手关了，我买个机会咯，水妹了哈，最关民意关了。这个剩的白菜我来吃，这样一片一片吃到民国几年啊？没问题，我们就马上来进行第3关的比赛。爱黑太祖谱。用嘴巴用接力的方式，运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总谱10天愛做嘅菜色。喺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嘴咁會因為太緊張嘅，殺亂盤毛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。你誰來上菜了？哇，最美的。其實吼，了解真龍啊，完全唔是打開咯喲，一定會哦，你一講到幸福，你一定會想到馬上，直接吃就好了吧？哎呦，反正今天錄影錄這麼久，對，吹就哎，咱台西白新埔，台西嘅老邊牛肉，老北部嘅新埔牛肉係最好食咧。我哪日跟來邊萬嘅料理咧？係啊，邊萬嘅料理，變到川味2版5四，川味。哎呦，咱放去洗一洗。川味沒有會爛。重點係咩？佢該配菜切到細，重點川味以外，川味係花椒、老雞、辣油，煸出來，東西全部切細，攪，好得咧。好 ，OK。先出題。題目係唔係我用嘅時間用幫你編輯係省嘅。A 佢嘅前面下燥 ，B 佢嘅脂肪呈現暗紅色。先熊咧哈，先來猜拳，好不好？剪刀石頭布。
OK，好吗？好，打多些。哎呦 B，哎呦，没关系，我们就选 A。好 OK 好，来抢拱坡。答案是 A。为什么？用白银的，因为你该上的五药伫个煮的时间哦，给人五药的表面会走下走，且给人肉为光泽并有弹性，呈玫瑰的色水。哟，两毛几样啊，莫才爱带四没关系啊，来就那30秒没走对啊，我们拿90秒。只是我很担心我爸爸回家后要被人骂了。不会啊，不会啊，不可能，我们会那个逆转胜。好，对，马上我看一下是的，今晚比赛喽。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弄菜式。念，哎呀，用 K ，K 马一，哎 K， 各位来加呢。然后就可以开始切。开始。我拿的不是在 K 的啦，就和你 K 的包的出对。这样子会很喷吗？唔拉油哦，哪有哦，是哦，跳出哦。天哪，这好难哦。跳出这么的。第一台菜基本係烤死，全部都係切絲哦，油的絲哦。 T 恤就會越油越好。越油越好。天哪，那我不要切好不好？留给妈妈切。我等一下再下一道这个，我做下一步，我刨这个。高丽菜是要全部切完吗？自己去拿捏的那个肉，应该是差不多一半就够了。哦，那现在可以丢进去那个吗？冰水里面？可以，但是我觉得你要不要切过？因为它这个太粗。好，我这个不要用，所以我要等它弄完吗？对，你先等我用完。好，我不要毁了这个。两没有切絲哦。好，我一样给妈妈切。油。然後大家吃在用刨的，刨回去後誒。你做的弄呀？刨成片再來切。 用头诶，嘿，头个不用挡背的，用挡背的，好 ，OK。还有什么要提示我的吗？那谁过一关的？老婆，你看用好多刨成片再来切，刨成片再来切这样好。我直接先放弃红萝卜。要是你做的电动的呢呀？走的，嘿，用打的没？用打的下脚，魔怪打，嘿，破枪魔怪打，魔怪，嘿，魔怪打，打枪，打，哎呦，换位置，打，打，我打到马克世界，真的靠，真的，差不多安是走的嘞，哎，又是走的了，又是多个颗粒的感觉，哦，OK，要有颗粒哦，跳油啊，好嘞，好嘞哈，好嘞，好，该挑先切退了，该抹30秒，对啊，还要切短短的还是？什么时候？短的吼，那个叶子就要，叶子要哈，叶子就好哈。对，摸分数的啦，摸分数。哎呦，我只做没有分数的。好，哎呦好嘞哈。听一个，妈妈你系听一个系吗？摸，先不捏啦。走对吗？4、3、2、1，快些。油哦。油是什么意思？要细一点，越细越好，越细越好。好难哦。油，要很细耶。你可能再讲究没办法啊，这前面的人，这前面的这个是很糟糕。哎，我来扛。哎妈哈，那个很难切呢。还有厨师帮我，再有厨师帮我。你看，哎，我这个就可以。他不会走对了，这个就有戏。梗不要，梗不要，梗不爱哈，蔬菜叶要放进去。不要把有冰镇哦，冰镇哈。哎，不是冰镇啊。不要讲，你香菜哎，你不要来这个要遵守交通规则。对，遵守交通规则。要不一口我们去看我们那边，加油了！全部有切细哦。好，而且细哦。好，可以了吧？哎，厉害！你看，芹菜怎么切？最后那个是最后吧？该总不是天雄哎，它只是在最上面而已。这样放上面而已。该总不是弄来讲哦，该用全部一起丢吗？全部一起丢在一起？玻璃出来听。没有啦，全部可以放在一起。该嘛该？你生那瓜哎。哦，你们的小黄瓜还去皮呀？因为刚才那个有一点刺刺的，我们想要让大家吃到是最舒服的。好了 ，OK，那就去皮吧。走在 Hughes 可以吗？这样够吗？够差不多了。差不多哈。 PK 的5秒差不多。那我们还有鹅肉锅，还有辣椒，我们等一下这个
也是切丝切啊。丝哦，对，全部都湿的。你们有厨师帮我哦，你们有厨师帮我。等一下，厨师帮我，我要用在炒要的去籽啊，香油。要去籽，不用。该去籽会溜呢最好是要去籽。去籽，哎，该辣椒的去籽哦。金毛糖豆。哎，慧珠姐的刀工很厉害哎。哎，孔大姐，你平常学豆腐汉哈，就有这个做菜的习惯哈？有，一定要。不是只有露营的时候才有哈。那又漂亮又会做菜。对啊，怎么办 ？OK， 跟你一样然后嘞，对啊，丢进去，放进去，对，一样全部放进去就对了。那这样没有冰镇哦。对，放在太多。鸡肉、鸭肉、扒、鹅肉，用拔的，切丝。看起来用拔的还是切丝？切丝哦，是建议用切的比较快。对，一片一片就好了。哦，哎，哎，两组的刀工都很强，很厉害，都很强。真劲呢，姜还是老的辣。你该剃头还蛮走哦。要进。剃头用啊？要打碎。烤油来。要用塑胶袋地毒。用这个，这个。用打的。魔怪打。待会哈，声音魔怪我建议你们把这个弄好之后，先这个还要切丝吗？还是不用？就这样。要切丝。你把这弄好之后，菜的名字叫丝。全部食材都等好之后，我那边回来，我们就来用90秒，请厨师炒花椒，好不好？好。要这个炒的部分，我们交给他。好。OK，有共识，大家处理两个。好像不是这样切哈。哇！小黄瓜有冰镇吗？小黄瓜啊，冰镇。小黄瓜没有冰镇，明明没有冰镇。全部啊！全部冰镇。来这位，辣椒冰镇。那红萝卜呢？没有冰镇。哦，那羊肉，你那个羊肉，他比你还有创意耶。哪里有啦？跟翁油不是冰镇哈，翁油不是。1分钟啊？怎么办？那现在我们开火，开火，又开火嘞。可是我要做什么呢？做什么呢？我都做完了。他昨天做嘛改总不是。没了，不要再切了。不用了哈，妈妈就给你炒。干嘛了？放到辣油里了。妈妈冰酒，今天我唔会主持啊。谁说你主持人不好啊？其实我当很做在体育界节目让民主姐强下主持，既然我太好嘅学姐。学姐责任好重。没有，他一直哭，你们一直笑。我是收到留言。我要做什么呢？做什么呢？我都做完了。他昨天做嘛改总不是。没了，没了，不要再切了。没了，不用了哈，妈妈就给你炒。干嘛了？放到辣油里了。冰酒，妈妈冰酒。这油啊！这你的时间呐。晚修，晚修嘞，晚修。晚一点，晚一点。爸爸，该佛就抬吗？有声音啊，小火炒，小火，然后那个 OK， 现在我们一定要快点听师傅的话，不然会做到苦苦的。你还有妈妈，你还有30秒，走得到厨师帮最后师傅帮我们做混合，可以吗？你确定？对，最后的混合给师傅做。调味才是最重要的。我连做对吗？因为那鱼卵，因为那鱼卵。你看好的时间有大鱼来，大跟水晶碗地包。哦。用好了哟。你个用个辣椒的啊？过滤嘿。调味让通时候咧，让通，哎呀，挨妈妈系急性子，挨爸爸完全我抢挨掉，慢慢来。如果再录多久一点，人家觉得主场很明显哦。来去看一下这边，来，好漂亮哦。好，还有我们马上来进行厨师帮我好不好？然后大家把这个盘子清干净，等下这要装盘的。好，总不是让来停手90秒继续开始。你要起来太熟嘞。你那个抢出来打个量多，然后水比较早的位。好。我那个水会影响等下给米洗啊。把这个水再沥干一点。该菜哦，一定要干干的哈，唔可以停到水哦。好香哦。还有汤，等一下我先起锅哦。冇时候个时间我会打送哦。你等下好的时间抓油啊，倒了不练，倒了不练，搅熟啊抓翁油并了搅熟再来。花生粉在最后面再放。9、8、7、花椒不要用哦，只有用油哦。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嘞！好，听嘞。好，沥干。好，
改下系马上，改下系马上继续。爸爸，赶紧帮我拿一下，谢谢。好。你很久嘛个问题吗？因为总不是我现成的。嘿，不用把我马问题了。我觉得没问题。慢一点，不用紧。快去救你爸爸。等一下，最尾个挑米个部分总不是那种。总不是，30秒给总不是。总不是，让我挨到天修30秒。这个拿出来太大。哦，让我天修。我先吃掉这样会不会太多？还有花生粉没放哦。花生最后，这样会不会太多？唔会啦，我妈妈来讲个性吼，就会多。它的油那么少呢？宽给母米。对啊，香油也不够哈。香油一些嘛。香油，完全没拉油。我完全唔拉呢。我吃看哦，盘得出来，盘得拿出来。喂，追！本去呛你哦。花生粉哦，给，天修。爸爸，哎呦，爸爸花生粉，好，我改过来，爸爸去。改过来。1、2、3，是啊。那花生粉现在放吗？天女上花，天女上花，天女上花，天女。啊，对，来天女上花。香菜，香菜，你放进去了。我那边。5、4、3、6、5、7、8。等下就可以喊哟，高啊！咱去拍者我用无限食，都在那部卡做的，怎会你的今日太中谱嘞？这道菜完全考验的就是刀工。嘿啊，紧紧。从头到尾就是考验刀工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切丝。真的，先来吃看我们红队的好不好？好，吃这个来。我啱啱試過兩頭菜哦，川味誒，光是花椒我就是我開部分人體力白是到，緊緊哦，係啊，該發酵就啦，青葉米，因為它就是吃川味嘛，對，川味就會食到牛的爛米啊，今日聽到是非常嘅爽口，因為要先變果吼，所以切。好，來吃看藍隊好不好？好，麻煩大家咯。我媽媽準備凍到啊，五點睇家食咯。我叫麵湯，可是麵湯好食。最尾吼，我都要本廚師幫我用嘅挑米嘅部分用錯嘅。切着不一樣的大小，讓人家吃到都有某個洋溢，而且我們做的是川味，可是它讓我吃到驚喜，比川味再更多一點味道。懂就川味冇按到哎。你看啊，明珠姐動會講會哦，一弄你好切的完全不一樣大小，講得很棒的感覺。這次沒有辦法，這是因為伯謙先切紅的，先切蘿蔔。好，再伯謙，又是你。你看啊，你老給誇獎，你老愛責罵。我真經動好些，我啱啱是講我媽媽做過兩套菜嘅。打份數之前哦，我真經我會先來。感謝一下製作單位啦，因為曾經東方一期製作單位做得本來個機會，有小小的能力做得搶到我爸爸媽媽上到了解節目。他在我們錄影之前哦，你就先傳簡訊跟我們說，怎麼辦啊？爸爸媽媽會來，然後我們就說沒關係，我們幫你準備衛生紙的部分，因為他說當有冇事當人家就煮的菜耶。江師傅。笨熟，你是這樣哭啊？要抱一下。哇，這樣很笨熟了，等一下這邊哭更慘。好了，想一下李師傅唱笨笨書。好來，等一下我們要比個耶了。李師傅唱笨熟。哇！快些！什麼？歹勢啊！也用菜沖掉係刀工冇錯，一盤刀工確實較好，但是呢，一盤那個米絲啊，我認為它有川味的東感覺，雖然冇幾按辣，但是它比較入味，所以我會選這樣做邊上要用菜。好，是到佢嘅口感較好啦，又不用加醋，又冇不用是到到醋到辣油到花椒。没取在一起的时候，吃起来就是川味的味道。两片做的没冻好，佢的醋有冇按过表一起都酸涩都一起吸的啦。酸的东西佢做的综合嘅辣。对，冇咁錯，是安樣嘅，是冇？是冇。怎麼樣？我簽720頒獎本次給爸爸媽媽。好來，我冇主持過節目啦。我做的主持節目有一點小小能力，做的。繞牆洞，我爸爸媽媽上節目，
对我来讲吼，咩马上树马上让个感觉啦，动感一下人家自主。斯文大家，加财经，加财经。他顶不你来，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回忆，是我们家里的一个很值得留念的一个日子。来，非常感斯蒙大家，斯蒙大家。今日就去系当欢喜咯，即个来的韩国好朋友聊到，向下咧度聊到品质的热人，非常的欢喜，非常的愉快。感恩斯蒙大家。要长一点回去吃饭啦。好嘞，好嘞。对了。好，来，想过我们的心情吗？来，粉丝。其实吼，像是树嘞，您哦，觉得更开心的，因为该用平静跟动吼。而且还加码，你们也高功能料理锅有2张20回，赶紧谢谢，不粘锅，高功能料理锅，哎，真的，刚刚好，那时间做的有，对，刚好，对，刚好，皆大欢喜，而且你可以拿3000块去买3鲜的，不是留1000买啤酒。嘉靖哥了不要参加，有冇跟新的老太太分享？我今日认识到还是干女儿，谢谢啦。第一次上节目录节目，然后还可以学到做菜，真的很棒。好，其实呢，你一家之主啊，对东东人来讲，都是有东东嘅体验摆，加下大家都有谈到。今日出嚟呢節目呢，非常正式嚟老太姐啊講到，嚟到也當中希望做對本太茶，按用體驗擺全新嘅體驗。不管係樣板嘅米線呢，都係最好嘅米線，而且呢，目前係一個短暫嘅主持人，為嘅重賞鼓勵。昨天話講得很好，雖然我一直嗆你，好不好？天天人唔會主持啊。你主持得很好，谁说你主持得不好啊？主持得很好哎！要谢谢明珠姐姐带领。天天来动很认真的体育改节目，让明珠姐向下主持，给爱太好嘅学姐。学姐责任好重。不要他一直哭，你们一直笑。真紧动感谢大家啦！我假使我真紧对做菜有信心啊！你听我讲一下啦，我做 ending 啦。对做菜有信心，对做菜吼有兴趣啦。假使你有好朋友来一家大 PK 啦，来做啲强校来报名参加啦。真的很汗牛，好，愿意真运动，感谢太起感恩你哦，谢谢博谦都要董总，你要继续主持下去哦，好不好？如果我们有续集的话，你愿意再跟我继续主持吗？嘿，那就辛苦你了。好了，节目开始吧，一个主持，我们一拜再见。好，拜拜。